常感谢大家之前对我影片的支持，那让我多了很多的观众。那也因为呢，我从蒙古已经交换回来也1年多了嘛，那也从研究所也毕业了，而且在之前蒙古拍的那些影片都已经发完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样的蒙古相关的主题啊，可以让我在台湾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就有一个这个新的主题叫做达拉达拉。那在这个主题呢，我会邀请我的朋友一起合作。那我们会以我之前在蒙古上课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跟韩国还有台湾做一个比较，可能是文化啊、历史、语言之类的东西，那希望大家可以学到更多不一样的知识。好了，那就是要邀请我的国中同学小白。那同时呢，小白呢其实自己也有在做一个频道。那请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的频道主要是在做什么的？我的频道主要就是一个原则，就是拍兴趣的所以拍的东西呢也是我有兴趣的东西。在我的频道里面呢有两大分支的，一个就是白纸描绘摄影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白日志这两个部分。小白日志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我的兴趣，就遥控飞机，然后一些遥控玩具，然后还有一些车具，然后遥控飞机的活动之类的一些相关影片，或者是一些航模的介绍影片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跟今天主题比较相关的呢，就是白纸庙会摄影坊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会去参加一些庙会活动，然后还是去看一些宗教科仪，但是比较偏向民间信仰跟道教的这个部分。对然后会去记录一些庙会活动，还有一些科仪的整个完整过程这样子。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好朋友，他们其实都会去挖我的频道，因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科仪的频道，因为本身拍的人他们不了解，所以有可能他会缩短那个时间。有一些反而我们看觉得很无聊，一般人看觉得很无聊的东西，但是它其实是整个科仪的重点部分。但是一般人他就觉得那一段好无聊，就把它剪掉，然后去缩短那个影片时间。对但是我如果在拍科仪的这个部分，我比较喜欢有头有尾，然后完整的这样子。对因为虽然我没有很懂但是基本上这个科仪走到这边是在做什么，走到这边是在做什么，我稍稍的有了解，所以有一些比较重点的部分，我会把它截录下来，所以我的影片会比较完整一点。那刚刚小白其实也有说到，他的频道主要就是在做科仪相关的活动的影片，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秘的萨满文化。简单的来说，其实萨满就是跟灵界做沟通的一个大师。那像灵魂的导游啊，可能他们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就能够让那个人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然后去跟这些灵魂、自然或是神灵去对话。那你能想象他们就是一个古代的超能力者吗？那萨满呢？萨满巫师他们其实就会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然后华丽的服装，戴着一个面具，手上还会拿一个鼓啊，或者是一个响铃之类的，那进行各种的仪式。他们就会跳着比较奇特的舞蹈，然后跟敲打的鼓。那这些仪式呢，不仅是为了治这些疾病，那也能驱邪避凶，然后甚至是就是为大家祈福，是不是超酷？其实萨满文化它还有强调能够与大自然去做一个连结。那萨满相信万物皆有灵，那从树木啊，不管是从树木到河流还是石头，他们觉得这些全部都有生命力。因此呢，他们对大自然就会充满了一个敬畏的心，然后也会进行各种仪式，尊重、感谢大自然给他们的一个赐予。那有趣的是，萨满呢不仅只有存在在一个地区它或是一个文化的地方，它是从亚洲到美洲，古代到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萨满的影子。那每个地方的萨满呢，其实就会变成说有自己地方的独特性、习俗跟信仰。那他们的核心精神呢，其实就是跟灵界、自然界下去做一个沟通，是相通的。像是萨满教，还有像我们一般的民间信仰其实跟西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刚才 Yuki 有提到的我们都是一个万物崇拜。什么叫万物崇拜？可能这棵树它很多年了，它可能上面会有神灵还是我们看到什么石头，上面可能会有神灵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万物崇拜，一个万神教的概念。对西方
基督信仰，他们就是单一神教的信仰，对三位一体，他们只有一个神灵，这样子比较不一样。我们一般台湾的鸡生一种党鸡，它会有世袭嘛，反而据我所知比较少有这种情况。你像法师、道士、道长这些会有世袭制的现象，可是你说鸡桶当鸡有没有世袭制？反正我看的世袭制是比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不同的领队家底的每一个不同的人，是吗？莽侠那公呢就要牵扯到其他问题了啊。但是你说萨满教他们有一些会像爸爸是萨满的巫师，儿子也会是萨满的巫师啊，孙子以后也会是。这个反而是比较像我们道士这样子，阿公是道长，爸爸也是道长，儿子以后也是道长，啊，孙子以后也是道长，对，反而会有这个现象。但是你说当机，就像他们萨满真的神灵附身在身上，然后帮我们解惑这样子，会比较像我们的当机的这个国魂。但是台湾的当机反而比较不会有世袭的这个现象，甚至说，像今天你的小朋友如果要刚好他有。不管是先天带天命，他就是要这辈子就是要当党敌的，还是后天这个神明觉得这个人可以，我想要把他做来做党敌，不管先天后天，是对家长家里的人，还是我们一般民间的观念来讲，反而是对这个部分是比较排斥的。对，所以比较不会有说那个家长就我是当机，以后我囝嘛爱做当机，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发生。对，甚至像我刚才说，甚至是排斥的。对，像我们乡下以前就有一个，他原本他儿子他也不是当机哦，就是当机。其实台湾的这种附身也很有趣，还有分完全附身进去的，他还是说他在旁边告诉你要怎么做的，或者是说他扶着你。然后借你的手写出什么事情这样子，对，还是有分很多种。我们乡下的那个，他比较类似像神灵在旁边，然后跟你说要写什么字干什么这样子的。对，原本是他儿子，可是他的家人就说，他还那么年轻，而且还没有结婚干什么的，可不可以不要再叫他做这种事了？对，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所以最后才变成他爸爸说，我来试看嘛，我看我更会开呗。对，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所以反而像台湾的这种鸡同文化，你要说世袭的情况，反而会比较少。因为都是降神屋这样啊，就除了你刚刚说的可能在旁边，但是基本上它也算是降神屋。对，它也是算那个部分。萨满的，他的那个。跟神灵沟通啊，还是那个请神文化，其实就像刚才说到的，会有一些鼓啊，一些乐器啊，然后搭配一些唱词歌唱，然后请神灵下来。那其实就跟我们民间信仰是关当机。对，什么叫关当机？就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要鸡桶要降价要办事情的时候，也是会有。我们说，不管是三弹小法啦，还是一些锣鼓，会搭配一些音乐的声音，然后或是搭配一些咒语然后请神灵降价下来，在我们这个机身的上面，然后帮我们处理一些事情。有一些比较乡下地方的，它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般的敲锣打鼓。对甚至有一些就也没有敲锣打鼓的，就是在那边等。对让这个机身就是静下心来，对等到那个神明的力量如果比较大的话，他可以直接完工给对就是请他原本的灵魂离开身体然后先让这个神明下来，对，换装的部分也是会有，对每一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如果每次就拍这种影片，我一定都会跟大家强调，每一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我说的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对我说的也有可能只是我们这边跟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不一样，所以都是仅供参考。对，我也是据我知道的跟大家分享而已。像换衣服，有一些是说，就是大家看到如果惹当一定会帮机身把衣服脱掉。这其实有一个原因是要让它比较方便活动，对，因为毕竟那个身体不是那个神明的。对所以它就像我们
们开菜是干什么？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简略掉，让它比较好活动，比较方便活动这样子。那有的时候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不会有我们的衣服在那边给，而且你怎么知道那个机身它原本会不会这边放一个烟，还是放手机？结果它跳一跳，烟飞出去，手机飞出去。对，再也就是换装，你看有一些机桶在热档的时候腰上会绑红布条，或者是头上会绑红布条，那个其实是在保护那一个机身跟保护在身体里面那个神灵。对，我们的红布条就是要可以绑住那一些不明的灵体嘛，它就是绑住，让你的神灵稳在那个身体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小心这个神灵，你的真正干脖带嘛跳嘛，它退掉的时候不会有一些外部的杂七杂八的什么，我们说邪祟什么，刚好趁机而入跑进去。对，所以绑那些红布条，其实就是要保护神灵然后保护机身的那个身体这样子。对。但是像台湾的那种就是热当机，热当机的时候啊，是不是都是先等神灵下来之后才会换衣服，是吗？其实我看有的地方也不一定，就会先换，有些会换好，然后等神明下来，有些是等神明下来以后再换衣服。所以不太一样。对，不一定。嘿呀。好，那刚刚就有说到衣服的部分，那像在台湾是不是就是不同的机身会有不同的衣服？那衣服有什么样的区别性吗？还是？反正我就觉得它好像就没有区别性，就是看那个神明喜欢。看那个神灵是什么，然后就是会有什么样的衣服。对，有的时候就是单纯看那个神明喜不喜欢这样子。对吧？你像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济公的神灵，他就是穿他那个破烂烂的，对，破烂烂的袈裟要有头有骨这样子。对像现在有一些妈祖的神灵也是就穿白色的旗袍然后披个红领巾，穿一件肚兜这样子，漂漂亮亮的。对，有一些像王爷的也是肉肚兜，然后红巾绑着这样子。对，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的那个鸡桶当地，他们真的更有趣，就是他就完全会扮成像那个神明的样子。对，我会有的时候也会画那种妆嘛，因为假如说像我们有那个虎爷，会，他们脸也会画。马来西亚那边我是还没看过虎爷的机身但是我是有看过，如果是关公的，就真的会归零安公公，对包公的这个白的，对如果像哪吒太子那一些，有些比较帅气、比较年轻的神灵，他们也是会稍微化一下妆这样子，对，就整个扮成那个神明的样子这样子。但是台湾的话，部分可能化妆的部分就比较少，主要是在衣服上面。对。而且台湾的当地有的时候都是，我突然有什么事，我神明看了觉得不对，我就下来，我要马上要处理事情了，对，就来不及，根本来不及。其实那种我们叫五宝，叫五宝，对大致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七星剑，然后鲨鱼剑。什么叫鲨鱼剑？就是你来看就会有一只长长的，然后旁边有锯齿的那个叫什么？有一种就是一种鲨鱼的鼻子就对了。对，但是那个现在是保育类动物，而且所以那一只鲨鱼剑现在越来越贵。它是用真的鲨鱼剑？对，它是真的鲨鱼做的。哇。对因为现在那种鲨鱼已经是保育类动物了，所以那种鲨鱼剑水涨船高。我前一阵子新闻不是有抓到那个走私的。对当然现在渐渐的又有一些替代方式像是用金属做那个造型还是用木头做出那个造型。对这是第二种法器。再来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当棍、钉棍、角棍。对，它造型不一样，然后名字会稍微不一样。比较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在说的狼牙棒。对，就是一根棒子，然后上面有钉子然后有些是用三角铁片这样子，这个叫当。三角铁片叫角棍。钉子的叫钉棍。对然后再来就是斧头。对在我们五宝里面那个叫乐斧，瓦棒。对再来就是刺球。
对，就一颗球上面有很多钉子，对，那个叫刺球。对啊，这几个宝嘞，为什么要五宝？它就是对应说我们都知道庙里的神明，它都会有它的兵嘛，常常听到的就是五营兵将，然后这五种宝物嘞，就是对应的不同的方位。那七星剑就是对应东方，鲨鱼剑就是对应西方，然后还有说铜棍、钉棍就是南方，乐符就是北方，刺球就是中央。对，像那时候为什么要拿那些东西，然后敲机身身上，然后要有以前的古礼是稍微见血就好。为什么要见血？就是因为那些五营兵将，其实我们五营兵将也有分很多种，像大家如果稍微有了解，会知道兵将有什么，有分什么内五营外五营天兵天将地兵地将还有水兵水将、火兵火将，很多种兵将就对了。对一般我们五营里面，人家会说有的时候去看庙会，或是这个神明今仔要去结军，要去山上结军请会去海边结军请水。对他们这个招军这个动作是要干什么？他就是去山上去海边找那些孤魂野鬼，你不要在四处那边乱跑了，你来我这边当兵。对，你来我这边当兵就吃军粮。对你也是就是跟在我下面，虽然你不是没有说什么很明确的神位，但是至少你来当兵，你就是公务人员。对，你不用再去当那些孤魂野鬼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一些有的时候我们说的也是会有他的那个本性在。对会鸡桶会超五宝会超宝，就是就是展现神威啊。对，跟那些招来的那些人来说，对那些小阿兵哥说，我不是什么随便的东西，我有我的神威在的，你们要给我听话。对，是这个意思。原来，因为想说为什么他们都一直敲，然后都一直流血。对而且你像血，刚才我们说那个红腰带红绳子那些，对，是红色，在我们民间信仰，在道教信仰是一个要怎么说，很神圣、很厉害的一个颜色，应该这样子说对，按照我们的血也是红色的。对本身我们血还有带着我们人的一个气在。对就是见一点红，见一点血然后也是那样子展现出这个神明的威力，这样子。对。就是以地位来说，像是在蒙古跟韩国的话，其实萨满地位是高的，可是，在韩国不一定韩国就是有点讨厌巫师。因为会有这个现象，是因为我们人类现在的文明已经慢慢的越来越科学。对，然后像韩国跟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崇拜科学了。古人我们不可以说古人迷信，因为他们当初没有东西可以相信。对现在我们会比较不在意这一些，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对，所以不会像古人说，这个巫师下来，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一定要相信他。对，因为我没有其他理由来说服我自己去相信其他东西。对，所以才会变得说，像南韩还是我们台湾这种比较算发达国家，对这种巫师文化、民间信仰会越来越不在意了。对，只能说不在意，不可以说不尊重，他们也是尊重，也有在尊重，只是就越来越不在意。对。所以就是变成说，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地位可能会没有那么高，但是也不是不在意，而是尊重他们。对。如果往远一点推的话，你如果像从历史来看的话，像他们韩国的，他们算朝鲜民族嘛。对。还有我们华人。到比较后来的这些朝代，其实我们就都已经不是宗教治国的国家了。对，所以然后你看像蒙古他们也是有一点点
宗教治国，对他们巫师的权利是大于我们说的那个行政长官的，对，就是宗教的这个部分。那最后呢，其实就想要说，另外啊，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国际的一个萨满大会，那这个大会呢是一个全球性的活动，那每年都会有不同国家的萨满跟就是灵性实践者，灵性实践者我们会怎么说，就是有感应得到的人，对，感应得到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去分享一些灵性的知识啊、经验啊。那大会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举行一个活动，那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萨满巫师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那希望今天呢这个主题可以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萨满文化跟台湾的一个机身的文化做一个比较，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些文化的一些知识。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那记得大家别忘了订阅。那接下来的话，我还会再邀请小白跟我一起讲一下刚刚有稍微提到的一个跳绳、金刚舞的部分。金刚舞。对，好，那就这样了，拜拜。